好，咁我哋咧就試下做咧眼睛嘅舒緩練習，咁希望咧幫佢增加多啲淚水。咁個練習咧，突然間咧就會眼珠斜角向上望，右斜角向下望，斜角向上，斜角向下。OK， 唔眨眼。過程裡面試下唔眨眼，盡量咧幫佢咧增加啲淚水出嚟。OK， 如果你有戴 con 嘅，就可以除低個 con， 係啦。OK， 好，咁每一個斜角向上望、斜角向下望嗰啲都做10個呼吸。好，我哋試下先。右邊斜角向上，唔眨眼，保持呼吸，幫自己做10個呼吸。係啦，你要保持喺度做，唔眨眼，盡量唔眨眼。好啦，然後翻嚟合埋眼睛，唞一唞眼。咁我而家咧都覺得係個隻眼咧係會多咗少少水分。好啦，然後又擘大眼睛，跟住就斜角，另一個斜角啦，左下角，唔眨眼，保持呼吸10個。眨咗都唔緊要，盡量保持。仲有2個呼吸。好啦，翻嚟眯埋眼睛，唞一唞。好，擘大眼睛做斜角上，左上角，保持呼吸，唔眨眼。仲有3個呼吸。好啦，翻嚟眯埋眼睛，唞唞，感覺下對眼。好啦，最後擘大眼睛做右下斜角，右下斜角，保持呼吸10個。仲有3個呼吸。好啦，翻嚟眯埋眼睛休息，又感覺下對眼。佢可能唔係話要令到你逼啲眼水流出嚟啊，但係咧，你而家我自己感覺到咧，隻眼係有一種好似壓迫而嚟嘅一種濕潤咗隻眼咁樣。有冇都唔緊要，係啦，即係去感受下嗰個過程，或者做完之後覺得點。好啦，然後我哋雙手搓起，搓到好輕嘅手勢。
然後咧就將佢擺喺眼窩，包住個眼咁樣，然後喺度打圈啦隻眼，順時針逆時針，即係你順完時針打咗10個，然後又反時針又做10個眼珠。隻手心如果凍咗，你又可以做，搓輕搓輕，跟住又將佢擺到，又再喺度碌多一陣。Okay. 好，你睇下覺得點樣？